伫咧希腊最近这经济是有变较好，也毋过房地产的市场煞也来大起价，所以厝的人因为厝税伤过悬，是拢找无厝通个住。也其实伫咧2014年，为着要吸引外资，有推出黄金签证，或一寡投资客拢走入来希腊，也互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。28岁的新田哈基是一个犯罪学者。去年，伊甲朋友做伙伫雅典市中心生活机能良好的社区，找到一间公寓，月租金700欧元。几个月前，小友搬走。中国厝主的代表律师通知伊要起厝租700欧元，相当是伊一个月工作收入，伊实在负担袂起，只好把好款的搬去甲姊妹做伙住。Είμαστε όλοι εκτεθειμένοι απέναντι στον κίνδυνο του να μείνουμε στον δρόμο. 2009至2018年的国际危机了后，希腊经济上歹，当地回升，房地产的价销大起。不过，大部分的人收入赶袂赴物价飙升的速度。希腊中小企业研究所的报告显示，有超过83%的希腊人根本都欠无钱。租赁服务业者的资料显示，2019至2024年，雅典的厝租平均起超过50%，薪水起价幅度是27%。2014年，政府为了吸引外资，推送黄金签证，嘛是地区买无厝的原因之一。移民部的资料显示，为2010年代中期开始，外国买主收购的房产数量有2万栋，而且主要集中伫雅典。另外有15万间主体，互人变更做低租厝，专门予游客租用。根据统计，全国各主要城市所欠缺的大房总数有18万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